吳宗憲懇勸果果王子別掙扎，揭內幕，人設死亡恐需3至5年重生。在台灣演藝圈近來最受矚目的風暴之一，莫過於果果與王子的感情爭議。隨着事件發展越演越烈，各方輿論沸騰不止。今12日，綜藝天王吳宗憲在錄製中天綜藝 OK 啦節目時，首度公開對此事發表看法。他一直不必掙扎直接賠錢的言論，不僅震撼全場，更在網路上掀起滔天浪潮。吳宗憲話一出，整個娛樂圈瞬間靜默。這位見證無數風波的資深主持人，以他獨有的直率口吻，為這場情感與金錢糾葛畫下一道現實的注腳。吳宗憲直言，這個行情是有的，這種狀況判決是有行情的。吳宗憲毫不避諱地說道，他點名王子與果果各自可能面臨的賠償金額，王先生判500萬，果果700萬，語氣平淡，卻如重錘落地。隨後，他語出驚人地補上一句，那房子是他名字，已經付了400-500，就直接過戶給范姜，自己淨身出戶。一番話讓現場氣氛一度凝重，也令不少觀眾倒抽一口氣。吳宗憲的話並非空穴來風，他在圈內摸爬滾打數十年，對演藝圈的市場價值與形象代價可說一清二楚。對他而言，這不只是情感問題，更是職業風險的現實提醒。人設死亡的現實殘酷，至少3到5年重生。對於外界關心兩人是否有機會重回演藝巔峰，吳宗憲給出了令人心驚的回答，在人設死亡的情況下，通常要3到5年才有可能回來。這句話無疑是一記冷靜又殘酷的警鐘。在充滿聚光燈與流量的娛樂世界裏，一旦形象崩塌，復出之路幾乎比重新出道還艱難。網友紛紛留言表示，吳宗憲說的太真了，現實得讓人心酸。愛情面前，誰不卑微？吳宗憲的勸言。然而，吳宗憲並非單純批評，他在談話中多次流露出一絲惋惜與同理心。早期錄綜藝換很大，我就認識果果和王子，兩個人都不錯。王子是很棒的男生，果果也不是沒邊界的人。人相處久了，會發生什麼事真的說不準。他淡淡回憶。當提到范姜提出的1200萬賠償要求時，吳宗憲再次語重心長地建議：不要掙扎了，你們要平息人家心中的怒火。人在愛情面前，誰不卑微呢？這句話仿佛一針見血，道破人性的軟弱與情感的糾纏。愛與不甘，一場情感角力的終章。這場事件從曝光至今，輿論走向越來越撕裂。有人譴責果果破壞他人家庭，也有人認為王子情感不清，更有網友指出范姜太狠太計算。但在吳宗憲眼中，最終的根源不外乎3個字：不甘心。他說，感情到最後3個字而已，就是不甘心。然後轉向鏡頭，以一貫的獻歌語氣補充：彥峰，你睡成那樣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何必單戀一枝花？想辦法讓心更平靜點。這番話嘅像是一個長輩的忠告，又像是一位過來人的無奈嘆息。感情世界裏，沒有真正的贏家，只有時間能讓傷口結痂。演藝圈的形象遊戲，從愛情到代價，
果果與王子的事件，不僅是一場感情風波，更像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台灣娛樂圈對人設與公眾形象的高度依賴。在這個資訊信息萬變的時代，一個失誤，一個片段，一個標題，足以摧毀多年累積的信任與人氣。吳宗憲以過來人的角度，提醒所有仍在聚光燈下努力的人，娛樂圈不是天堂，它是現實世界的放大鏡。時間是最好的贖罪。事件如何落幕，尚無定論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無論果果、王子還是范姜，這段插曲都將在他們的生命裏留下深深烙印。正如吳宗憲所說，時間會沖淡一切，但前提是你得先學會面對。在情感、明星與金錢的拉鋸中，也許最需要的不是辯解，而是沉澱。